計刑事。香港馬拉松今個月底舉行，懲教署嘅職員再度組成長跑隊挑戰10公里挑戰賽，而今年參加嘅女懲教署嘅職員就比往年多。潘詠儀同一個女跑手傾過。香港馬拉松就快舉行，唔少參賽嘅選手都已經加緊備戰，咁就連佢哋都唔例外。我哋積極參與，再戰明天。大概10個懲教署職員就第一次去到上水雙魚河做跑步鍛鍊，細心啲睇下，可以見到當中差唔多一半都係女仔，咁佢哋都係懲教署長跑隊隊員，咁部分人係第一次參加馬拉松，有隊員認為參加賽事令佢同同事多咗一份交流。初練嘅時候都覺得幾吃力咁，唔係好夠氣咁嘅，都會問翻啲同事應該點樣練啊，練幾多啊，速度係點啊咁，所以大家多咗溝通咧，之後比較熟絡啲，咁做嘢方面都溝通良好啲。今年嘅馬拉松10公里賽事部分路段比較崎嶇，懲教署長跑隊教練話，參賽嘅懲教署職員亦都需要特別增強體能訓練。但其實就賽道本身呢，其實有啲我哋叫 tricky 嘅位嘅。咁特別咧，你去到折返點定收雞彎位置咧，其實你要有上斜再去轉彎。咁變咗嗰段時間呢，如果你即係淨係練平路速度為主咧，咁其實上落斜咧就會令到你咧個實力咧有所影響。長跑隊選擇喺呢一度練跑，主要係因為雙魚河嘅路段比較平坦，方便佢哋訓練耐力，亦都係近返羅湖懲教所，隨時可以為隊員提供配套支援。亞洲電視記者潘詠儀報道。黑龍